走嗰陣咧，老闆話呢餐咧唔收錢，令我感覺怪怪地嘅。正所謂無功不受祿，呢餐一支公，合共消費60蚊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凌晨4點幾喺 Chewy 咧飲到肚餓啊！今日咧決定唔叫外賣，選擇咧主動出擊，去一去海珠區入邊嘅九龍城寨，食一間我淨係試過外賣嘅鋪頭。隨住我哋一路深入啊，導航咧都開始無法識別眼前嘅路啦，明顯咁感覺到司機咧都開始有啲不安。去到一個車輛無法通行嘅路口，我哋只好相信導航，開始步行啦。此情此景令我諗起 Eason 孤勇者入邊嘅嗰一句啊，孤身走暗巷。步行5分鐘之後咧，終於揾到呢間我淨係食過外賣嘅黃鶴樓財魚麵館。裝修咧比呢度嘅其他鋪頭咧都要光猛，而且咧都更加整潔。上次外賣食嘅咧係乾拌腰花麵同埋財魚麵，調味咧其實幾啱我口味㗎，鹹辣中咧帶啲鑊氣。今次咧就試一試一啲感覺咧打包外賣會冇咁好食嘅嘢啊！鱔魚炒麵。炒麵呢家嘢咧都係堂食為佳，畢竟入咗打包盒咧就容易有倒汗水，十分影響狀態。熱氣騰騰嘅賣相，再加埋特別突出嘅青椒香氣，真係相當有食慾啊！上次外賣斗膽試咗下中辣，今日咧都仲係老老實實咁選翻微辣就好。爽脆多汁嘅料頭同埋乾爽嘅麵呢係幾唔錯嘅組合啊！麵嘅口感呢都仲係保持住筋道嘅，唔會太腍，比較啱我口味。食起身呢感覺唔到多餘嘅油分，相當乾爽，值得肯定嘅。現炒嘅麵呢相當有鑊氣，係令我一啖接一啖嘅理由啊！不過呢，肉碼方面就輕輕跌鑊咗少少，切成細長條狀嘅鱔魚，帶住唔少嘅骨刺嘅，食起身呢都幾唔舒服，而且調味上呢都並冇令呢個麵加分啦。腰花豬肝湯同我理解中嘅湯咧出入幾大㗎，並唔存在提前熬製嘅湯底，一切咧都係由零開始，將料頭放喺鑊入邊炒熟之後，再加水滾多陣，就同屋企咧滾湯幾似㗎。不過咧就係屋企做嘅咧唔會有咁多油花，料頭入面嘅一切咧都比較好理解㗎。蛋花、豬肝、豬腰、生菜，呢個番茄就令我有啲意外啦，同其他幾個食材咧好似冇乜共鳴，唔算係我會推薦嘅菜式啊。呢餐一支公，合共消費60蚊。而家講一句，呢餐體驗上咧都仲算係比較滿意㗎，只不過咧食得唔太自然，因為係一名女店員發現我喺度影視頻之後咧，就一直走嚟問我：你拍視頻是要幹嘛的？為什麼要拍視頻？語氣咧並唔太友善嘅，好似咧係有啲咩唔見得人嘅嘢，驚咧俾我影低一樣。後尾咧，另外一位目測係老闆嘅男子出現啦，語氣咧都平和好多。傾咗幾句之後咧，仲熱情咁請我試一試佢哋自己做嘅滷味、老牛展同埋老牛肚。牛展口感咧幾唔錯噶，都幾入味，會係咧唔錯嘅下酒菜。牛肚嘅話咧偏硬咗少少啦，不過底味咧都仲係唔錯噶。走嗰陣咧，老闆話呢餐咧唔收錢，令我感覺怪怪地嘅。正所謂無功不受祿，而老闆咧又唔肯話我知價格喎，咁只好根據菜單上面湯同麵嘅價格再往上添多少少啦，湊翻個整數，支付咗60蚊。後來咧我就明啦，可能係女店員同埋老闆以為咧我要搜集啲咩黑料啊，曝光佢哋，驚我俾差評或者咧有其他負面嘅行動，我只能夠講諗多咗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